我想我首先呢，对于郭董事长发的这一份声明，对本党31位前辈感到委屈，感到非常委屈啊。第二点呢，郭台铭董事长提到说，是他讲的还是他的声明，我不晓得。提到说这份声明提到说，百年世袭的中常委，我想我要跟各位报告。我们中常委呢是2年1任，以前还最硬的时候还1年1任，是由我们全国党代表1000多位投票一票一票产生，最民主的方式产生。这种方式产生呢不叫世袭，我们呢不叫这个百年，因为我们都是靠选举来产生。可以看到，我们的这个党代表分布到全国还有海外各地，所以呢，要投一票也不简单。这个我也跟各位报告哈。那我们认为说，今天呢，这个我们是否在中常委的利益凌驾在党的利益，凌驾在国家的利益？我想，我们郭董事长当时在我们中山厅的时候，第一个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提了3个举功，第二个对我们的蒋总裁提了3个功，第三个动作对我们的金国先生提了3个鞠躬。他当时也认为说，要国民党要团结来下架蔡英文，来下架民进党，当时认为这样。当时他也认为说，我们他来参加这个初选，如果他赢的话，他不接受征召，他参加初选。如果他赢的话，由他来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的这个总统参选。如果他说的时候，他愿意协助最大的努力呢，来辅助我们出现的人，来辅选他来当选，这也是他当时认为说，我们应该要这么做，这也是当时宣示的要下架、要团结的一个动作。但是我也跟各位报告，就是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的话，还是我昨天讲了一句话，大家好聚好散，没有什么恶言相向。而我们认为说，分手呢不必讲恶言了。哦，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党呢，也是共同的理念的结合。你没有共同的理念，留在这里也太影响。但是呢，我们认为说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也呼吁说，国民党的支持者，我们南京的支持者，到了今天已经够了风暴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晴天来的，应该是团结一致来打赢这个胜战。所以呢，在此特别提出呼吁，谢谢。